歡迎收睇 Josh Macau Transportation 的頻道。今日，我會介紹陽光群島鐵路系統。鐵路運輸是陽光群島運輸系統的一部分。陽光群島地鐵與市內的數十條巴士路線共同為市民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務。市內亦設有一個高速鐵路車站，陽光高鐵站，為乘客提供跨境高速鐵路運輸服務。高速鐵路運輸高鐵車站，陽光高鐵站 Sunshine High Speed Rail Station 位於月亮島南環，是陽光群島境內唯一大型高鐵車站，於2017年11月啟用，後於2019年12月進行翻新。此站採用地面設計，設有8條軌道、3個島式月台及2個側式月台。根據官方地圖資料，列車離開陽光高鐵站後，會與陽光群島地鐵共用部分軌道。車站月台及路軌上蓋設有車站大樓，大樓下方設有一個有蓋巴士總站。自陽光群島 V2 更新後，此站亦增設地鐵連接陽光群島高鐵服務的其餘詳情，如營辦商、目的地及使用車型不詳。地下鐵道運輸，陽光群島地鐵標誌。陽光群島的地鐵系統於地圖 V2 更新時啟用，現時營運3條地鐵線及12個地鐵車站。地鐵路線備註，陽光群島官方至今仍未對以下路線提供官方命名、代表式及編碼，故以下路線顏色及編號只供參考。1號線1號線為地鐵系統的東西主幹線，連接第1區長島及白鴿島、第4區月亮島及第7區葉角島。線車站列表車站名稱路線轉乘4路谷 Shallow Valley 2號線紅美角 Iris Point 2號線賴德 Right 2號線月亮灣 Luna Bay 北環 Northern 中環 Central 陽光站 Sunshine Station 3號線高速鐵路千葉 Thousand Leaf 仙貝 Senpai 東門 East Door。2號線為南北橫貫第1區角島嶼的線路，但未有於醫院島設站。2號線車站列表車站名稱路線轉乘4路谷 Shallow Valley 1號線紅美角 Iris Point 1號線賴德 Right 1號線艾迪城 Eddy City 貨櫃碼頭 Containers Terminal 3號線。3號線通過中西大橋下層通道連接第1區貨櫃島及第4區月亮島。根據官方地圖資料，3號線之軌道會在陽光站與1號線軌道交匯，故不排除可與1號線直通運行至第7區。3號線車站列表車站名稱路線轉乘貨櫃碼頭 Containers Terminal 2號線陽光站 Sunshine Station 1號線高速鐵路。當中地圖上1號線及2號線均顯示線路於兩端起屹站後繼續延伸。估計未來陽光群島擴建地圖時，路線有可能會增加服務範圍。除3號線通過中西大橋一段，所有路線均為地下路段，因此除於中西大橋下層通道與汽車通道並排的一段路軌外，玩家在遊戲內不能看到列車軌道位置。地鐵車站，陽光群島目前設有12個地鐵車站。全數車站均為地底車站，因此遊戲內只設有車站出口之景物。各車站建築的其餘詳情，如內部設計、月台配置等，均不詳。部分車站出口僅於地圖內列出，但在遊戲中並沒有相關景物。部分車站更於遊戲內並無任何可見之出口。未來發展盧博士之星線未來計劃將會途經陽光群島，並於市內設置車站，但暫時未知車站確實選址。